桃园的航空社因为工程的进度太慢，配地时间为年底延后到2028年。民航局甲农地征收了后，农民都袂当阁种植，即马煞囥伫遐咧拍远发草，甚至即马嘛出现毒蛇，影响在地民众的安全。田内底插牌警告土地是航空社征收范围明显采用，且民众移除地上物。若时间损毁效果自负，毋过农民指控政府对农产无要参，拢是草、狗蛇、狗鸟鼠出现，威胁居民的安全。要农民对政府事先无告知民众动作物，插牌时间就直接是真不满。政府征收的无来管理，迄个物件也来管理啦。管理好大的，大家买惊。他当初他来我们这家里的时候，他说还可以最多2个月，结果他只有插一个牌子，第4天就马上就开挖。你看这没有管理整个都是杂草丛生。除了说蚊虫滋生以外，还有蛇鼠常常会往社区里面去出没，造成这些居民都会心生害怕。针对航空社延后2年到115年12月完成最后搬迁，议员表示是予拆迁户有较侪时间重建加长，不过也呼吁工程单位唔通就安尼放松心态，工程应该赶紧进行，佮先进维护管理的责任。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，然后又有梅雨季节，可能草会长得更快。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，我们会来进行这个除草的一个动作，会更积极。民航局回应民众，若认为有环境维护需求，应通报民航局来处理。也强调，针对完成征收的土地，农民继续种植使用，勘察违反占用国有土地的就偿款度以外，若继续违法使用，会请警方协助承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